平坦，他已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积聚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足你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
大家平安。在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要一起来领受恩典，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恩典已经临到，上帝的恩典已经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透过敬拜，将我们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愿上帝赐恩于我们。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他要将哀哭变为欢笑，将崎岖变为平坦。他已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哀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扶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哀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扶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依靠你没有难成就的事，在当中仰望你，愿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主你的同在。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软弱当中经历你的刚强，因此软弱变为刚强，不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是靠着主你的大能。主，我们要胜过那一切黑暗的权势，我们要胜过那一切阻碍我们的，因为我们要靠着主你来得胜，我们要靠着主，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主啊，愿这些一切都成为主你的恩典，你的赐福。主啊，我们要将这些都仰望，愿主你的能力复辟我们，愿让我们战胜试炼，战胜艰难。
让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们用。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感谢主，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在你面前，愿主你赐福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今天7月16日，让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11章第13节到第21节。《列王记下》第11章第13节到第21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亚他利亚太后听到守卫和民众的欢呼，急忙到群众聚集的圣殿去。她看见新王遭仪式站在圣殿进口的柱子旁边，官长们和号手围绕着他，民众都欢呼吹号。亚他利亚悲痛地撕裂衣服，喊着说：“造反了，造反了！”耶尔耶大祭司不要亚他利亚在圣殿被杀，吩咐官长们把他从守卫中带出去，谁想要救他，就把他杀了。于是他们捉住了亚他利亚，把他带到王宫，在马门那地方杀了他。耶尔耶大祭司使约阿斯王和人民与上主立约，要做上主的子民。他也使王和人民立约。于是全国人民到巴力庙去，拆毁庙宇，打碎祭坛和偶像，又在坛前杀了巴力的祭司马坦。耶尔耶大派人守卫圣殿，然后他和官长、王室侍卫、王宫守卫护送王从圣殿到王宫，民众都跟在后面。约阿斯从护卫门进去，坐上宝座，全国上下都欢喜快乐，城里也很平静，因为那时亚他利亚已经在王宫里被杀死了。约阿斯做犹大王的时候才7岁。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1章第13节到第21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当我们在昨天经文里面看到约阿斯王已经上位，在这当中，或许亚他利雅想要自己来做这个位置。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现实面，在那时候的社会氛围，在这当中他还有什么样的子孙吗？在当中，上帝的作为更加是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考量的非常多，但最重要的要考量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忘记？其实当我们在做许多事情的时候，第一要考量的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亚他利雅这女王或者是这太后，她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她最没有想到的是上帝的作为。她依靠着她的巴力，依靠那许多，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也就像耶稣在讲的一样，其实再大的神迹，再大的神迹，其实也不至于能够让人来信主，让人完全降服。所以那种你视觉上看到的，并不竟然能够让你得救。所以更重要的是你里面得着的救赎，里面生命的翻转，里面生命的改变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要带来的，更重要的是那得救的信息，天国的福音，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并不是只是停留在你眼前看得到的这些神迹。许多时候，我们都看到听到很多人跟你说，如果有怎么样，如果有怎么样，我们就信。或许他想要验证，有少数的人真的是可以因着某些事情的发生，因着某些东西他就信了。但是有更多的人，他只是一个推脱之词，如果有什么，那就怎么样。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我相信亚他利雅他应该看见了很多，他应该有很多经历，或许他也有看到以利亚跟那些巴力亚斯他路的祭司们的那一场献祭的过程。我相信他对于约沙法跟亚哈王说，或者说跟后续这王说，要寻找其他的先知。但是也跟我们这世代一样，当很多人听到基督教，当很多人听到耶和华上帝，当很多人听到其他宗教的东西的时候，很嗤之以鼻。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亚他利雅太后也会是如此。当他听到这些的时候，相信他也是很嗤之以鼻，他也很不想要去听到这些信息。所以在当中，他要把犹大这王族的人全部杀灭，全部赶除掉。然而他没有想到，这当中上帝竟然留了一手，让约阿斯的生命存留下来。所以当中我们来看，当约阿斯上位之后，其实他也很气急败坏的。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亚他利雅太后听到守卫和民众的欢呼声，他就急忙到群众聚集的圣殿去。其实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或许有点破坏了某一些体制。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出来。其实也可以想得到，他很担忧，他也想要第一手知道发生什么事。在当中，他想要第一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他已经等不及，还要别人去叫别人来，然后叫他去看，看完之后回来回报，然后帮他解读。他想要赶快去看发生什么事，究竟在欢呼什么？或许他心里面可能有点底，他心里面可能觉得糟糕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不然的话，其实我们看太后可以派人去就好了。然而这当中也可能前面他也有派人去，也死在那边，也有可能。所以这边讲到说，他已经急忙到群众聚集的圣殿去，他急急忙忙的赶快去那边。
而他去到那边的时候，他竟然看到的是这新的王照着那个仪式站在圣殿进口的柱子旁边，照着那个仪式，那不就是要上位了吗？那不就是要上位了吗？所以在这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他所担忧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他担心犹大王族他没有把他清理干净，他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也像是北国一样，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所担心的。所以当上帝有这样讲的时候，耶户也这样做，他把亚哈的男人，那些能够上位的人都除灭了。这当中我们看到亚他利亚也是一样，他要把那些可以上位的人都除灭了，但是没有想到去有漏网之鱼，所以他看到新的王照着仪式站在圣殿入口的那柱子旁边，官长们和号手围绕着他，民众都欢呼吹号。这样所代表的，也就是上帝接纳这个王，让他在圣殿里面来就职，然后也照着那仪式，也让祭司们，让他们能够来上位，让这个王受到高抹。接下来这些官长们也围绕着他，也就是这些人臣服于他，号手也围绕着他，而接下来民众也都欢呼吹号。所以这边在呈现的，也就是从上帝一直到这个国家的官，一直到人民都爱戴，都欢喜，人民的心归向他，官员的心归向他，上帝喜爱他。所以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也就是亚他利亚已经不再是这个当权的人。亚他利亚所呈现出来的，其实他本来就是篡位的。然而这边他撕裂衣服，喊着造反的，造反的。其实谁才是造反的？所以在这当中，这许多景象让我们去看到，究竟谁才是造反的？究竟谁才不得民心，才不得上帝的心？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用了很多自己的方式，但是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带领我们？到底这造反是谁造反？是约阿斯还是亚他利亚？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很微妙的一种说法。造反了，是谁造反呢？其实我想，在我们这世代，我们应该都可以经历到，很多做坏事的都指着别人做坏事，很多做坏事的都先喊先赢。然而，当那个位置不是你的，当那个不是上帝的心意，那迟早下来是迟早的，被惩罚是迟早的，所经历的这许多事情是迟早要发生的。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喊的时候，其实耶和耶大他们也看到，也知道。然而，虽然前面为了护卫这个约阿斯王，他讲说有靠近的人或怎么样，就要把他抓起来，就要杀死。而在这时候，这边讲到说，耶和耶大祭司不要亚他利亚在圣殿被杀，不要他被杀死在圣殿里面，去玷污了圣殿，不要在这地方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才会吩咐其他的人、其他的官长说，把他从守卫中带出去，谁想救他，就把他杀死。他是不合上帝心意的，他所做的是不合上帝心意，上帝不喜悦他。这个人带来败坏，这个人带来了这许多的破碎。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要把他赶逐出去，把他从守卫中带出去，谁想救他，就把谁杀死。所以这边讲到说，要把他带走，不让他停留在当中，不让他留在这里面。许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究竟上帝的作为是怎么样？而在当中，我们要看上帝也让人参与在这里面，他透过耶和耶大所带来的。所以在这里面，他就要求说，把他抓住，把他带走，不要把他杀死在这边。这个人势必不能存留，不能让他存活，因为他已经得罪上帝，很严重的得罪上帝。他所犯的跟他的父母是一样的，他在当中得罪上帝的情况是跟他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就要求把他带走。而且并不是让他死在圣殿，让他把他带走，去到一个其实也不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当我们看到有时候在一些地方的时候，会做的是去到人烟稀少的地方。然而这当中，我们看到是把他带回他的皇宫，在马门那地方杀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所带出来的情况，其实不是让他走正门的。是让他走那马的路，是让他走的是马的门。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所带出来的，他已经不是王，他是一个篡位的人，他不是王后了。所以当中他是得罪上帝的人，他对这个国家来讲也是得罪这个国家的人。因此在当中让我们去看见上帝并不喜悦他。所以这当中让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于是他们抓住了亚他利雅，把他带到王宫，在马门那地方杀了他，不让他在圣殿里面去玷污圣殿。当他踏进圣殿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玷污圣殿了，所以让他离开。他进到聚集的地方，而这时候也让他离开。虽然他是王，但他也不能够进到那里面去，所以让他回到王宫，在马门的地方，也不是在宫殿里面的，而是在马门那地方杀了他。所以前面这些绊脚石已经没了。这边讲到说，耶和耶大让约阿斯和人民，也就是这整个国家的人，在圣殿这边与上帝立约，要做上主的子民。所以这当中，当他们离开之后，需要再一次的回来告白他们的生命，告白他们的信仰，告白他们愿意跟随耶和华上帝。所以这边是再一次的献祭，再一次的告白，要做上主的子民。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其实有很多人离开之后不敢回来。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我们去到外地，甚至有些人离开了教会。我知道有些人离开教会去拜其他的。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听过有一个人，他离开教会之后，去游走了许多宗教，最后他发现还是要回到教会，所以他绕了一圈。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如此，很想要这样做，不是跟他一样。那时候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也很想要去游走一圈。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生命怎么走，都有上帝特别的恩典。当这个人他可以去绕一圈又回来，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而我呢，当我要出走的时候，上帝让一些人把我换回。
我不觉得可惜，不觉得没有去绕一圈可惜，这也是一种上帝的恩典。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当有人去这样绕一圈之后回来，其实我们要去确认你的生命、你的信仰，你的生命是走到什么样的情况？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上帝的带领？你是愿不愿意继续跟随这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简单的去询问：你信耶和华上帝吗？你信天父上帝吗？你信圣子耶稣基督圣子上帝吗？你有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灵上帝吗？你愿意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吗？许多时候，当我们绕着一圈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回来重新的告白我们的信仰。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也是一样，耶和耶大祭司要让他们重新的告白他们的信仰，所以重新的跟上帝立约。所以也就是人民，包含这个王，要跟上主重新的立约，然后这个王也要跟人民再一次的立约。所以这当中，也就是我们看到了耶和耶大祭司让约阿斯王和人民与上主立约，他们要做上主的子民，要有这样的告白，要有这样的立约。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做的。当有一个人要进到教会，成为这里面一份子的时候，我们常邀请他们来洗礼，来做信仰告白。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便宜行事，我们都觉得这样就好了。然而在当中，让我们所看见的，并不只是如此而已。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告白我们的信仰。或许你以前已经有洗礼过，有人是小儿洗，有人是过去有成人洗礼。然而在当中，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再次的告白，再一次的在众人与上帝面前再次的告白。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再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这边也是一样，王跟人民一起与上帝立约，而王也要跟人民再次的立约。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究竟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来连结。所以在我们在服事里面也是需要如此。当牧师去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在那边牧养需要立约。我有看过有些牧师离开这个教会，又去到其他教会，又再次回来的时候，其实也要再次的做立约。虽然过去跟这个教会有这样的生命的连结，但是要再次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也需要再次做这样的立约，彼此之间的立约，一起与上主的立约。同工们也是一样，同工们或许休任，或许离开这个教会，要回来再次的服事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这样的立约，需要有这样的立约在这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透过或许现在说仪式感的，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开口来立约，这是一个责任，这是彼此之间的一个约，也让上帝在当中来掌权。所以当他们立约之后，那时候立了2个约，第一个是跟上帝的约，第二个是跟王之间的约。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第18节这边开始讲到说，于是全国人民到巴力庙去拆毁庙宇，打碎祭坛和偶像，又在坛的面前杀了巴力的祭司马坦。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其实那状况当中，这个国家有2派的势力。
过去那6年，有可能更长一点的时间，是这巴力祭司、巴力的势力进到犹大国，而在当中要拆毁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们愿意决志来跟随耶和华上主，来跟约阿斯，虽然他只有7岁，那时候的立约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愿意来跟随的时候，他们要拆毁这些。所以这也类似我们在讲的圣别礼拜，我们要立约，跟上主立约，跟弟兄姐妹立约，我们要跟随上帝。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当他们立约之后，他们有行动，他们的行动就是去拆毁了巴力的庙，他们的行动就是去拆毁了这庙宇，打碎了那些祭坛偶像，不再纪念那些，不再是觉得啊那些可惜啊，怎么全部拆毁，不再让这些势力领导者当中继续在这里面。虽然他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在人的生命里面是有能力的，因为你相信他，你觉得会怎么样，你就被他牵着走。然而在当中，当我们要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大能胜过这一切，所以在当中要赶除这一切，不止这些，要拆毁这些庙宇、这些祭坛、这些偶像，也让这些祭司把他杀死了，杀死这祭司。刚刚讲到说，这已经成为2派的势力，所以耶和耶大这祭司派人守卫圣殿，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势必有那一群人，他还想说：你拆毁我们的圣殿，那我也要拆毁你们的殿；你拆毁我们的庙，也要把你们的圣殿来拆毁。所以他还派人守卫了圣殿。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耶和耶大他派人守卫了圣殿，而人民去拆毁了巴力的庙，然后他和官长、王室的侍卫、王室守卫护送王从圣殿到王宫。当拆毁这些，接着是让王来上位。当要上位的时候，我们看到民众也跟着在后面，人民也跟着在后面。约阿斯从护卫门进去，坐上了宝座。所以这不用在上帝来拣选，上帝来特别怎么样，因为上帝已经拣选这个家族，他也是这个家族里面可能应该就是这家族里面唯一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位置也是保留给他，特别的留给他。所以当他真的在这样上位，我们看到前面昨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透过了耶和耶大祭司帮他戴上了王冠，然后给他这个一本书，带领这国度的一本书，然后这个时候再从圣殿走回他的王宫，坐上那个宝座。看到这景象的时候，也很像是前1-2年，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新的国王，当他要上位的时候，那个加冕仪式是在礼拜堂，在教堂里面举行，授予他这个权杖、这个王冠，那几样东西，是上帝的权柄授予权柄给他。透过主教，透过牧师、神父，透过上帝所差遣的人，现在称为神职人员，是透过上帝所差遣的人，将这个权柄交予给他，最后才回到他的王宫里面坐上那个宝座。所以这边所记载的，也是我们现在这时代所看到这些王他们所在处理的方式。所以这边讲到说，全国上下都欢喜快乐，城里也很平静，都欢喜快乐，都很平静，因为那时亚他利雅已经在王宫里被杀死了。所以这边为什么很平静？因为2件，一个是亚他利雅已经被杀死了，另外一个是巴力庙已经被清除掉了，包含那祭司已经被杀死了。所以这些不合上帝的东西已经被清除掉了。所以城里面很平静，
因为那一些已经不在了。这时候，让上帝亲自回来成为他们的上帝，让大卫的后世回来成为他们的王，看似所有一切回到正轨，回到轨道。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教会，其实有时候也会偏离。这个偏离会有多久？在今天经文讲到说，亚他利亚在他手上6年。其实前面也包含了约兰，包含了亚哈谢，这当中其实也过了很多年，其实偏离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在当中，让我们去看，到底这个国家是怎么偏离。我们站在不同位置的人，就会觉得他们才是偏离。但是回到圣经里面，回到我们信仰来看，那偏离是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偏离，还是两个都偏了？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才是重要的。所以重要是我们有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而不是照着你的，照着我的。各位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不管是要照着约兰、亚哈谢，或者是亚他利亚，或者是约阿斯、约沙法，其实很重要的是这些人有没有跟随上主。当他在这样服侍的时候，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有没有领受上帝的话语？有没有从天而来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这样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这个服侍者他有没有领受圣灵？有没有圣灵？有没有上帝的恩膏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上帝所拣选他的？所以当中一直看下来，让我们去思想，在当中有没有上帝的恩典与他同在？他愿不愿意降服？所以当我们在拣选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要看他很多的面向。最重要的不是看他有多少才能，而是看他有没有上帝的恩赐、上帝的灵与他同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要拣选那种很有能力的人，不尽然哦，不是多少人的能力，而是多少上帝的恩赐，多少上帝的恩典更加是重要。就像以前我们曾经有一些牧者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在讲到说，其实一个同工并不在于他的专业能力多强，我们在看的是他愿意被上帝用的心。或许这时候你会看到，好像他专业能力 A 比 B 还差，但是所带出来的并不尽然会比他还差，因为他愿意降服，在当中真实圣灵在这当中运行，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赐在这当中。许多时候我们一直在看的是这个人的专业能力，但是专业能力也常常带出了那种骄傲、傲慢，所带出来的是他想要的，而不是灵里面的带领。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能力是要让上帝来使用，我们的恩膏是不是从上帝而来？还是你只是想到你自己，而在当中一直在看的是怎么样来发展我的专业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降服在上帝，我们谦卑在上帝面前。最后讲到说，约阿斯做王的时候7岁，所以看到在亚他利亚大屠杀的时候，他才大概1岁，被带走，差不多1岁，所以才会还是很需要奶妈跟他在一起。所以在这当中，真的让我们去思想的是，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在牧养的时候，其实需要的是上帝的话语，而且不单只是上帝的话语，是你要领受进来，你要顺服在上帝面前，你要降服在上帝面前，不是只是你觉得怎么样而已，更重要的是让上帝来带领，让上帝来带领这个小组、这个教会。
而当我们要牧养的时候，要有上帝的话与你同在。所以当我们在做这许多事情的时候，势必要有人跟你同在。我们看到这当中，我们这边他们在拆毁那些巴力的庙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人，耶和耶大。这个祭司要作证。为什么说他要作证？因为他是每一天来到上帝面前献祭，带领弟兄姐妹来到上帝面前献祭，他要先预备好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耶和耶大，如果他没有常常到上帝面前，他不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当中有许多攻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真的站立的稳。那种站立的稳是要靠着上帝来站立的稳。在昨天我们有一个圣别礼拜，当我们在做这样圣别礼拜的时候，其实也很重要，我们有没有预备心？所以在圣别礼拜的时候，我们特别请我们的长老一起来。其实我们长老很多人都是每天有灵修，每天来到这当中为这教会守望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做？其实当耶稣的门徒在做一些服事的时候，他觉得人家嫌他们没有能力，他们为耶稣。耶稣回答说，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禁食祷告是做不来。也就是你平时没有预备心，你没有预备好。如果你这样做这样的服事，你要特别预备，当你要预备好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好好去做，不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果效。在我们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耶和耶大身上，他也是每天，特别是在这6年当中，我相信在这6年之前，其实他也常这样做，然后在当中他才知道要怎么样来帮助约阿斯，然后在这里6年当中，他要很警醒。如果没有很警醒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偏差，就会出状况。所以我相信在超过6年的时间，他是很警醒在当中，然后随时去聆听上帝的话，他才会知道这个时候时间到了，他才会知道时间到了，你们都预备好，才会跟那些官长说，你们预备好，在安息的时候，你们要分成3队，你们有3班制，那某一队的你们要再分成3组人马，剩下2组人马该怎么做，他已经分配好。在这时候，他才会交代说该怎么做。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处理这许多事情的时候，是我们要预备好这些，不是单单去做而已。我们要每天预备好，为这当中来祷告，为着这个教会，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所以这当中也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有预备好，很多事情临到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慌张，我们会担心，但是回到主人面前来祷告，将这些摆在主人面前。各位弟兄姐妹，也要呼召你们一起来服侍，要预备好。接下来我们教会会有很大的一个进展，我相信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就像是当中一样，当这个亚他利亚被杀除之后，当巴力的神庙被拆除，当巴力的祭司被杀死之后，这个国家要开始要改变。当我们没有警醒，当我们没有站立起来，这个国家还是会被毁坏。所以当我们不愿意警醒，不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当我们不愿意跟着走，接下来败坏速度也会很快。所以我相信后续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有些人要我们为他来祷告，为他赶鬼祷告，为他祝福祷告，为他做圣别礼拜，为他的生命来祷告，让他的生命分别为圣等等，有太多这样需要做的事情。我相信后续还会有很多是临时性的。当我们没有随时预备好，这临时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措手不及，我们会不知道怎么办。当我们有上帝的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知道虽然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依靠上帝，依靠上帝。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当我们同工一起来服侍，在当中能够得胜。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领受，愿上帝的话语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回想，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让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每一次经文当中都被你提醒，让我们在每一次的读经当中都要领受你的恩典、你的话语。虽然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好像都不在我们可以想象的状况里面，因为在这世代跟那世代好像不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有没有愿意降服你，顺服在主你面前。亲爱的主，当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愿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主你的恩典。在这耶和耶大、约阿斯、亚他利亚这些人身上，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状况才是主你所喜悦的。帮助我们，就像那耶和耶大一样，常常来到你面前，每天来到你面前来守望，让我们明白你怎么样来带领。当那时间点来到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明白知道主你就在当中来掌权，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估算，我们自己的计划，而是照着主你的心意来走来动。亲爱的主，恳求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在这许多事情当中，在这许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害怕，都惊慌失措。但是主，让我们不是在那害怕里面，而是在当中要去看见主你的带领，主你的心意。亲爱的主，愿我们将自己摆上，让主你来使用，不再是看着我们有多少能力，而是看我们愿意多少的降服在主你面前，让主你来使用，让主你来带领。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愿主你带领，愿主你赐福，也遮盖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接下来，或许接下来我们教会还会有很多需要服侍的地方，我们需要分别为圣，我们需要去祷告，我们需要服侍，我们需要去宣告，我们需要做这许多的事情，让我们跟着你来走，将这些都仰望在主你手中。当你要兴起我们的时候，当你要让这个地方被兴起的时候，势必有许多生命要被你来调整，有许多生命要再次的被你来得着，许多生命要被你翻转。当我们生命愿意被你翻转，当我们参与在你所做的工当中，也让我们去看见这世代已经不一样了。亲爱的主，我们要将这些都摆上，愿主你赐福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你主你面前，也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悦纳，愿主你赐福。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将自己献上，让上帝来将你分别为圣，来使用你，来祝福你。愿上帝赐福于你。